大理区的青年高中培育真侪汽车修护相关的人才，学校毛中岛地区上届有规模的40个场地，这培养学生技能、考相关的证照，将做一个专业的汽机车的医生。 汽车科的学生轮流来检查车的状态，不管是换机油或者是扭档的系统，因拢真熬，而且因嘛真介意哪做哪学。像我们晚上如果留下来继续练习的话，老师也会愿意继续教我们更多其他上课平常上课不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汽车课我觉得非常有趣，就像医生一样帮车动手术这样的感觉。 学校除了提供学生上有规模的场地，而且嘛规划动力、机械、电子相关的课程来辅导学生考证照。在老师的帮助下，所以我考了很多张的证照，然后也有出去比赛拿到奖项。 经过3年训练，有不少学生一毕业就得到工作机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